想有效預防痛症，等等先。今日示範一個古法健身操，一次過鍛鍊你嘅頭肩頸背，有效預防痛症。我哋一齊做。好，第一個動作，手指扣住嘅，係啦，放喺頭後邊，我哋左右咁樣拉，係啦，你估感受到你嘅肩啦，同埋你嘅頸啦，有一個拉伸嘅，係啦，我哋每邊做16下。好，第二組動作，手握拳頭放喺腰背，係啦，向後拉。咁你要感受到你嘅背啦，會有一個拉伸嘅感覺嘅。係啦，同樣地做16下。好，第三個動作，左右手上下拉伸，係啦，感受到你嘅胸啦、背啦、肩啦，都有一個拉伸嘅感覺嘅。係啦，同樣地做16下。咁以上3組動作咧，有效一次過鍛鍊你嘅頭肩頸背，預防痛症，早晚都可以做㗎。咁如果想有效預防痛症，以一個優惠嘅價錢去體驗一個筋骨調整，歡迎留言保養，我將資料發放俾你。